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到第88页，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是普特伽罗的性相。那这个呢，什么叫做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呢？那就以比如说人们切他举自己为例呢，就是以说我们在讲说这个人呢，他比如说叫做是死家人切，或者说叫做或者说小民。那无论是哪一种士夫呢，他要安立的时候，一定是在他的五蕴之上呢，然后随着他的任何一个五蕴之上呢，然后去安立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叫做死家人切，或这个人叫做小民，一定要随着他的五蕴的随便一个蕴体之上呢，然后去安立这一个人。所以呢，称之为说依于自身五蕴随依呢，就任何一个五蕴之上呢，然后去安立一个假立的这个士夫呢，他就是普特伽罗的性相。那至于说呢，为什么要提到说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呢？那提到说五蕴随意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说我们知道说五蕴呢，就是所谓的依着色受想行识等五蕴的其中一蕴。那这里呢色受想行识，那如果是所谓的就像我们说三界里面，如果是在欲界跟色界的有情的话呢，它是完全可以依在五蕴之上而假立的士夫，就是它不用放一个随意，就是五蕴之上而假立的士夫。那放着五蕴随意最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说无色界的有情，因为无色界的有情呢，它并没有所谓的色蕴，因为它已经是在无色界的关系，它只具备了受想行识等四个蕴，它并没有五蕴里面的色蕴的缘故。所以呢，在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要去除色蕴，所以就说依于自身的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那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就是这些无色界的有情呢，所以才会安立这样一个五蕴随意的这一句话。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呢，他是普特伽罗的性相。就比方说，他普特伽罗的安立呢，一定是要依于呢，就是五蕴之上随意去假立。这边特别提到了假意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去寻找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找到一个就是真实存在的普特伽罗呢，或是真实存在的士夫在那边的缘故。所以这边呢，从师父中意他所安立的这个性相呢，你也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说，他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安立一个假立？安立假立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说，当你去寻找的时候呢，你是找不到一个就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普特伽罗。在这边呢，就提到说，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呢，他是普特伽罗的性相。那对于这个性相呢，是以说就是四部中医里面的下部中呢，就是从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以及说像是中观秩序派呢，他们所安立的定义呢，就是这个定义。但是在应成派里面呢，安立普特伽罗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呢作为他的性相。那其实从这个就是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呢，你其实可以大概了解说，就是下部中就是除了中观应成派以外的中观秩序派以下的这一些宗派师呢，他们在安立普特伽罗的时候呢，就假如说从定义里面已经看到了，他必定呢依于五蕴随依，所以可以知道说，就是离开五蕴之外呢，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普特伽罗。那普特伽罗呢，它一定是要依着五蕴而生，就是依着五蕴呢而去安立。那这种安立的方式呢，你就知道说，它这边的普特伽罗呢，它一定要安着五蕴，所以离开五蕴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这种普特伽罗。所以这种安立的方式呢，你也可以看出下部中他们所安立的普特伽罗无我，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人无我呢，大概就是这种的安立方式。那至于说去了解这个定义呢，或者说这边所讲的普特伽罗的形象呢，有什么好处？就是当我们可以真的了解说这边所说的依于自身五蕴随意而假立的士夫，你要是能够真实的去了解这句话的时候，那你大概呢就已经可以了解到说下部中就是刚刚所讲的中观秩序派以下这些宗义师呢，他们所安立的人无我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安立的方式？那你能够了解说下部中他们所安立的人无我之后呢，那你就可以透有这种理解的方式呢，然后大概的去了解说应成派呢，他所安立的人无我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安立的方式，对于这样的理解呢是有帮助的。
在这个定义里面呢，就是最后有提到说，依于自身无运随意而假立的士夫。那这边的士夫是什么呢？其实士夫呢，他所讲的呢就是普特伽罗，所以士夫呢和普特伽罗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呢，就是热粉呢是火的性象。那这里就提到说，火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它的性象呢就是热粉。那这边呢就提到说，热呢就是帮我们讲到说就是炎热这种热，那粉呢就是有烧的这种能力，所以热而且能够焚烧呢，它就是火的性象。所以火呢它本身是一个名相，那所以热而焚即火的性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就是地的性象。那地的性象呢，就提到说是坚而实。那它同样呢是具备两个条件，就是呢地呢它本身呢是一个名相，那它的性象呢就提到说坚呢就是坚硬，然后实呢就是像我们常说很坚实的这种方式，所以坚而实呢是地的性象。那这边呢就提到说湿润呢是水的性象，那水呢是名相，它的定义呢或者说它的性象呢就是湿润。那湿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湿湿的这种湿，那润呢它这边就是有说流动的意思，或者说像是就是往下流，就是水它会流动，就是当你把它倒在杯子里或是洒在地上的时候呢，它会到处移动这一种呢，那这个呢是所谓的是润的这种特性，所以呢湿润呢是水的性象。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呢轻动呢是风的性象。那风是名相，它的性象呢，或者说它的定义呢，就是所谓说轻而动，就是它第一方面呢，风它的本身的特性是轻，那第二个呢，就是它会动，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它会飘来飘去这种动，所以呢，轻动呢是风的性象。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虚空的性象，那虚空的性象呢，就提到说遮除处爱之分，或者说遮除爱处之分。那这边所谓的之分呢，就是提到说为遮除爱处的意思，就是你把爱处遮除掉的这一分呢，或者说唯有遮除掉爱处之后呢，然后获得这种空朗朗的这种状态呢，就是称之为是虚空。所以虚空它的性象呢，就提到说是遮除爱处之分，或者说为遮除爱处。那在这里呢，就是提到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虚空的性象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如实的了知虚空性象的话呢，那对于我们了解说从一切有部乃至于说是中观应成派呢，到就是无论佛教里面的事物中哪一部派呢，就是无论说他讲的是空性也好，或者说讲的是法性也好，那它最主要的譬喻呢，都是以这个虚空呢来作为它的譬喻。所以当你对虚空的理解呢能够很正确无误的话呢，那透由虚空这样子的譬喻呢，你就可以来说它真实所代表的意呢，就是空性或者说法性呢到底是怎么个回事。那这种理解呢，是无论说是事物中的哪一派呢，都是有同样的，都是可以具得同样的帮助。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量所成立为有法是基成的性象，就是我们之前呢已经提到说呢，量所成立呢它是基成的性象。那这边就提到说，那为什么呢它是成为基成的性象的缘故是什么呢？所以他说量所成立呢这个东西呢，把它设置为有法，就是量所成立为一个有法，然后它是基成的性象。为什么它是基成的性象呢？因为呢它具备了基成性象的规则故。那这边呢就提到说，那规则是什么样的规则呢？所以举出规则，因以量决定基成之前，必先以量决定量所成立故。那这边呢就提到说，它最主要的规则呢就是提到两个。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呢，就是八门周遍，就是八周遍门呢它是要具备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量决定呢，就是它的就是你在证得名相之前呢，你要先证得它的性相，就是以量所决定呢，量决定这个量所成立的地方呢，就是你要先具备，先了解名相，先了解性相之后呢，然后再来了解名相。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量决定的差别。
那所以这边呢就提到说它的规则，就提到说应以量决定基成之前，就是我们提到说基成呢它是一个名相，所以就说量呢它在决定基成这个名相之前呢，必先以量决定量所成立故，就是你在决定基成这个之前呢，这量决定的意思就是通达，就是它的备注有写，就是决定呢，就是他在决定，就是他在通达基成之前，他在了解基成之前呢，必先以量呢去决定，必先以量去了解到什么是量所成立。你要先以量去通达量所成立之后呢，你才能够透由量呢去通达基成。那这个呢讲起来呢，其实非常的容易。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品质。就比如说以小明来说，小明不晓得什么是瓶子。那他在理解瓶子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跟他解释说，瓶子呢，它就是一个大腹扁足能够装水的这个东西呢，这个容器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瓶子。因为你要先了解说，它所能够显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才能够说它能够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在了解瓶子之前呢，你就要先了解到什么叫做大腹扁足能装水之后呢，然后了解了这个之后，你才能够轻易的去了解瓶子是什么。我们再举一个就是让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例子，就比如说呢，小明呢他并不清楚说谁是丁中天，那我们要解释跟小明解释说谁是丁中天的时候呢，然后就跟小明说呢，就是那个跟在陶然身边，然后身体小小的，然后穿着黄色僧服的这个人呢，他就叫做丁中天。就是说透过这样的表征呢，你可以了解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就是方便你去更容易的了解呢，然后这个呢就称之为是说量决定与否，就是你在了解名相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它的性相，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因为你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呢，你是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它的名相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也可以说它是了解名相的一个方便。就是说关于名相跟性相呢，就是我们在意义上呢，其实常常呢是在使用的。虽然说我们不会使用就是像名相跟性相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常常呢是会用到这一种的方式呢，去了解一个陌生的物体或是未知的东西。那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呢，我会跟你说，就是你帮我把那个袋子拿过来。那这个袋子呢，就如同是名相一般。那我跟你说，你把这个袋子拿过来的时候呢，那同样的你就会说是哪一个袋子？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写说是我放在桌子上呢，然后什么颜色，然后我平时在背的那个袋子，或者说我在解释的时候呢，我就跟你说，就是你送给我的那一个袋子，就是透过这样的解释呢，你就知道说我要拿的呢是哪一个袋子的时候呢，那其实呢这两者的关系类似名相跟性相一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要去一家叫做快乐的餐厅吃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会说，那这一间快乐餐厅呢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快乐餐厅呢，它就如同是名相一般。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快乐餐厅呢它是在哪一条路上？那它附近呢有什么样的建筑物，或是快乐餐厅呢它本身的外观呢是怎么样子？那它里面的服务人员呢穿的服装呢是怎么样的服装，就是透过这样的解释呢，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原来快乐餐厅那一间餐厅呢叫做快乐餐厅。那像这样子的理解呢，也就像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名相跟性相的这种理解方式。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就是八周遍门。那这边的八周遍门呢就提到说，二是周遍、二非周遍、二有周遍和二无周遍。那这边二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彼此呢都要是是的意思。就比如说，如果说 A 跟 B 呢，它是具备八周遍门的话呢，那二是周遍呢，只提到说只要是 A 的话呢，它就要遍是 B， 就是它一定要是 B。那同样的，只要是 B 的话呢，它就要偏要是 A。那同样的，就是二非周遍，只要不是 A 的话呢，就一定不是 B。那只要不是 B 的话呢，就一定不是 A。那二有周遍呢，是只要提到说在一个地方呢，或者说任何地方，只要有 A 呢，就会有 B， 那有 B 呢，就会有 A。那二无周遍呢，就提到说只要没有 A 呢，就一定没有 B， 那没有 B 呢，就一定不会有 A。那这边又提到所谓的八周遍门。
那所以呢，接下来就提到说，必须于各自事项上，以性相彻底领悟名相之理。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提到说，像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就比如说呢，当我说把那个袋子拿过来的时候呢，那你问说是哪一个袋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解释到说，就是这个袋子呢，就是我放在桌子上的那个袋子，或者说我平时呢所背的那个袋子，或者这个袋子的颜色呢是长什么样子，或者说这个袋子呢是你送给我的袋子，就是透有这种东西呢，就在各自的事项之上呢，然后你用它的性相呢，彻底的去领悟到名相的道理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去理解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某个东西呢，它就是所谓的事项。那事项呢，它的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呢，就是所谓的名相。那我们在解释说这个名相呢，就是透有种种的方式呢，就是说这个袋子呢长什么样子，或者说呢你送给我的，就是让人家更容易了解说这个袋子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解释呢就是称之为是性相。所以呢，就是有这种方式呢去了解说所谓的性相跟名相之间彼此的关系。有人请示人们界说，就是比如说在讲到说刚刚的8周片门的时候，提到2有跟2、5周片的时候，为什么说要讲在一个地方呢？有 A 就是有 B， 就是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地方？那人们界说，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加上地方这2个字，就是我们只要想说，就是有 A 就有 B， 然后有 B 就有 A， 然后没有 A 就没有 B， 没有 B 就没有 A。那比如说我们讲说色还有说平子两者，它并没有具足2有周片。为什么呢？因为有色的地方呢不一定会有平子，所以就说不一定要特别加上一个地方，我们直接做一个表述就可以，就是有 A 就有 B， 然后有 B 就有 A， 没有 A 就没有 B， 没有 B 就没有 A， 就是用这种方式呢去讲述就可以了。那呢就以人和丁中天2者来说的话呢，就是它也是不具备就是2有周片的。虽然说我们提到说有丁中天呢就一定会有人，那但是呢有人的地方呢它不一定会有丁中天，就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丁中天，但是有人的地方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一般只要是它具足2有周片的话呢，就是一个有，另外一个必定要有。那所以同样的呢，在2、5周片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它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只要没有人呢，就一定没有丁中天。但是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没有丁中天呢，必定表示没有人。所以在第二个2、5周片呢，它也是没有周片的。那在这边呢，我就稍微跟大家讲述一下，就是如何的呢去做观察。那这个观察的方式呢，就是3大师一般在学习的时候呢，是透由在辩论场里面辩论，就是去辩论说他这个性相呢是否符合这个名相所讲的，就是他是否是符合的。像刚刚问的，就是说古复底且具有沉水作用者呢，他是否是保明的性相？那在3大师他们是如何呢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呢？那所以呢，3大师在探讨的时候呢，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提到说呢，因为就是在我们课本里面的第88页，它是直接有提到说，就是第2行的地方提到说，复古说底且具有沉水作用者呢，是保明的性相。那如果说我们就在辩论的时候呢，3大师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会问你说，复古说底且具有渗水作用者呢，它是否是保明的性相？就会回答是嘛。那如果是平直的话呢，它就是否就要是复古说底且具有渗水作用者？那也会回答是。那这时候就会举例说，那如果说一个瓶子呢，它破了一个洞的话呢，它是否还是平直的？因为当它破一个洞之后，它就已经没有具有沉水作用者，所以破一个洞的瓶子呢，它是否是平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出这个问题。那乃至于会提出问题之后，就会直接问说，那只要它刚刚破一个洞，它就不是平直了吗？就是以这种方式呢来探讨说，它是否只要是平直呢，它就一定要具备这样子的作用。那刚刚呢，就有人回答到说呢，就是平直呢，它如果破一个洞呢，就不是平直；但是你把那个洞补起来之后呢，它就又是平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呢，那人们就继续问大家说，那比如说我们的杯子呢，杯子如果有一个洞的话呢，它是不是就变成不是杯子了？
那如果说只有一个小小的洞的话呢，它也不会变瓶子嘛，它就不是瓶子了嘛，或者说它就不是杯子了嘛。那如果说以这种理论去说成立的话呢，那就要问说，比如说一个陶瓷的这个碗，那陶瓷的这个碗呢，它是不是有裂缝之后，它就不是一个陶瓷的碗了？所以就以你们的回答的话，就是只要是有裂缝的这种陶瓷，它就不是陶瓷了嘛。有裂缝的瓷碗，它就不是瓷碗了嘛。你们说的就是裂开之后它就不是瓷碗的话呢，那如果说我们把瓷碗倒扣过来，它是不是瓷碗的？这边就开始辩论到说，那它应该也不是瓷碗啊，因为它并没有具备能够装水的作用嘛，它反过来之后水就倒不进去了。那先问你们，就是说反过来的，就是颠倒过来的这个瓶子呢，它是否具有装水的作用？那如果说呢，把笔颠倒过来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书写的话呢，那所以同样的呢，就是你把瓷碗呢颠倒过来放之后呢，它同样呢也是没有办法装水。那同样呢，以这个理路放下去的话呢，那就同样你把瓶子反过来放的话呢，它也不具备能够装水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答说，颠倒过来的笔呢不是笔，颠倒放的这个瓷碗呢不是瓷碗，然后颠倒放的这个瓶子呢，它也不是瓶子，就变成说会有这种理路上的落实。所以就是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是在请问各位的，是不是只要是它的性向呢？因为我们说它8片中呢是要符合的嘛，只要是它这个性向，就一定要是这个品相。那所以呢，它这个样子是否是属于它的性向呢？那所以同样的呢，就回到刚刚这个问题。那我们说颠倒过来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把自己颠倒过来的话呢，我们自己倒立的话呢，那我还是我吗？那以同样的这个理路呢去想的话呢，那就要问各位说，比如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是不是人呢？那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说，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思辨的方式呢，然后去对这边所谓的名相呢、性相呢，做一个更清晰或是更深入的理解。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接下来问大家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说瓶子和柱子二者的关系是相违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两者是相违的话呢，那请问说瓶子跟柱子呢，它们是不是没有二者皆是的？因为它们是相违嘛。那刚刚就是有提到说，就是瓶子跟柱子二者之间呢，是否是有同样的东西？那刚刚就有举例说，他会把瓶子呢，然后当做那个就是去称两柱的这种瓶子，就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宝瓶去称两柱。那这个宝瓶呢，它是否又是瓶子又是柱子，就是会有类似这种的辩论。那所以同样的呢，那再问到大家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具有枝叶者呢是树的性相。那这个时候呢，人们就问到说，那比如说就是因为这边树呢，就是它这边是用心，那心我们在中文同样可以用树或者说用木头来表示，所以我们在讲说木碗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理解到说是树啊，所以这个用中文来辩论其实比较困难啊。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木碗，因为它既不具备枝也不具备叶子，那这个木碗它是不是树嘞？那大家一定是回答不是。那这个呢，就是让大家做一个就是讨论，就是大家可以去稍微思维一下，就是透过这些思辨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些稍微更清楚一些。其实呢，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能够就是开启大家的智慧，开启大家的理路。当你多了一分疑惑的时候呢，其实你对于说正理的这种探讨的这种理解呢，又多了一分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第89页的课文的最后一段，就是提到说与耳为意是耳和与耳互意是耳，那这两者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一题呢，对大家目前的程度来说，可能是有一点困难，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呢再回过来讲这一题。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可能就是直接进入到就是认知繁体的部分。所以在前面这两个科判呢，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科判呢，第一课跟第二课我们已经讲解完了。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从认知繁体开始来解释。
并不是说这些就是定义或者说它的名相跟性相呢，它是还有就是不确定的部分，并不是这个样子。是这些名相呢跟性相是确定的，但是虽然说它是确定的呢，但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辩论呢？就是要让大家升起怀疑。然后你升起怀疑之后呢，你就会更深的去探讨说，那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案例？那这样案例呢，它是否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过失，但其实不一定是过失的地方？是最主要是呢，让大家呢能够升起一个怀疑，然后升起怀疑之后呢，你就会用透过你的理路呢去抉择。最主要是让大家呢能够升起一种抉择的这种智慧。所以讲这些就是目的呢，最主要是让大家升起怀疑，然后能够升起一个真正的抉择会。那当你透有理路呢，升起抉择会之后呢，那其实它并不一定说仅用在说你对于说这些文字的探讨，那乃至于说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因为你有抉择会的缘故，所以你去理解其他东西呢，也会变得更为快速。那乃至于说最后呢，我们在讨论空性的时候呢，它就是透有抉择会呢，然后透有种种的理路，然后升起抉择会呢，然后来抉择空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升起一个抉择的智慧。大家特别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理路呢，就是理路之门，如果真的能够建立之后，你对说这些所有理路能够建立之后，那将来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无论是释量论也好，或者说是现观或是中观等等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典籍的时候呢，因为你的理路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理路呢，去抉择经论里面的内涵，那你可以对这个经论的理解呢更为的深刻。